今日你真係等到咗啦！我今日睇到呢套別墅啊，小別墅大花園之前我400-500萬，你睇都唔睇想睇啊！而家咧300萬仲可以傾，而家選咗我嘅鏡頭去睇下呢套別墅點樣。我哋而家嚟到漁湖大門嘅位置，大門喺朝南嘅，睇到一路係停車過嚟嘅，但係咧一路咧唔基於呢個房產整嘅面積，整個咧房產整嘅面積咧係122平方。但係實用面積去到了差唔多300平方，花園嘅面積差唔多去到了180平方。而家嚟到2樓嘅位置後，正佢咧就係餐廳同埋廚房嘅位置後，大家去睇，我呢個係上午拍攝嘅，呢個係側邊位，所以咧佢嘅採光都幾好嚇。層高咧呢個挑高差唔多有6米多。如果你中意呢套房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。我會發詳細嘅資料俾你，多謝。